再来看嘉义县接埔子市和六卡乡的蒜头大桥通车35档啊，不过因为桥的跨度和宽度已经无下现初时的需求，嘉义县政府进前北向中央争取经费，拍算起嘉义县第一座由座桥塔和钢索起来的车中桥，今日是正式通车。 假日在时啊，嘉义县埔子市甲边仔六甲乡的民众，大家拢爬起哩这座新的蒜头大桥桥顶，迎接新桥正式通车。这会当改建安尼是足好的啦。哦，对这交通方面是帮助真大啦。有哦，嘿，那像迄个美国的金门大桥有无？足成的。蒜头大桥的旧桥通车已经35档，而且只有8.3公尺宽，无法度应付现主时交通的需求。新完工的蒜头大桥，毋但拓宽到18公尺，嘛是嘉义县第一条车中桥。顶一站啊，阁有摄影师用空翕机翕到真水的画面。拍到的当下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去年我有拍故宫的云海，所以想说今年能不能拍到不一样的平地云海。这条桥的通车啊，会让嘉义县的整个公共工程往上提升一步，开始不只注重实用，还有美感，整个景观的设计。这条桥的建设经费总共9亿3000多万，暗时阁会有无同色彩的电火光雕，希望除了会当改善交通，阁会当配合附近故宫南院蒜头灯厂，成做一个新的观光景点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